本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以及任何教會立場無關。弟姊妹，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呢一集嘅《之子風中轉》，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奇雲，仲有坐喺我身邊嘅邱放學牧師。大家好，觀眾好。係啊，喂，牧師啊，今日我哋想討論下一個比較沉重嘅話題啦，吓咁啊，相信充斥咗成個星期嘅新聞，無論邊個台都好啦，都係淨係睇到關於佢嘅事，就係我哋嘅教宗過身嘅呢一件事啊。咁啊，教宗點樣過身就有人去討論啦。咁啊，教宗之後選翻邊個出嚟，有人討論啦。哇，成個世界就好似一齊喺度地震咁樣，好大件事。但我又喺度諗啦，咁佢其實大家喺我哋大家係都係信耶穌嘅，咁就喺我哋教會入邊，無論係一個牧者長老走咗啦，喂，冇咁大影響力噶喎。冇咁大影響力㗎喎，咁但係點解教宗走咗啦？喂，我哋今日會好似亂作一團，七個一皮咁樣嘅咧？牧師你點樣睇啊？嗱，其實你都睇得到啦，即係好多時候可能喺呢幾日裏邊，我哋去到咖啡廳裏邊，或者係餐廳，或者係酒樓，即係啲人一講起教宗嘅時候，咁啲人都會話教宗死咗關我咩事啊？我又唔係意大利人，又唔係神父，又唔係天主教徒，咁係咪即係我哋講呢句話本身係咪就真係可以將教宗死咗同我哋嘅生命好似就即係冇任何影響嘅咧？咁樣樣，咁其實你諗下，全球有大概話14億嘅天主教徒，佢哋都去陷入咗咩啊？陷入咗比佢死老豆都仲慘嘅嗰種感受嘅喎。咁點解嘅咧？咁樣樣，咁啊，其實你諗下，如果仲有而家佢死咗之後，仲有一個特別嘅宗教儀式完咗之後，仲有一個咩啊？仲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龐大嘅機器喺度運作緊，就係選出邊一個係下一個嘅教宗喎，咁樣樣。你諗下，130個有份選舉投票嘅樞機主教，就選出一個14億影響14億信徒嘅呢一個嘅教宗。嗱，呢個咧其實對無論係教義，或者係對呢一個嘅價值觀嘅取向咧，都原來係好有影響嘅，而且唔係淨係影響意大利，唔係淨係影響天主教徒，仲係影響埋我哋身處嘅美國添。咁嗱，呢個咧，即係睇到咧，呢個係一個信仰同埋呢一個咁嘅關係好特別嘅啦。譬如好似我哋傾一傾講一講，即係點解話同美國有關係咧？嗱，你知道美國有2位嘅總統都係天主教徒喎，你知唔知啊？知道。邊2個啊？拜登先啦。係啊，啱啦，拜登啦。拜登啦，仲有咧？哎呀，死啦，冇咗呢個名，突然間諗唔起呢個。俾人殺咗嘅。俾人殺咗嘅，暗殺咗嘅。啊 ？JFK？冇錯啦，就係 JFK 啦，約翰甘迺迪啦。佢係第一個天主教總統。你諗下，1960年當佢選總統嘅時候，你知唔知佢講咗句好特別嘅話？因為點解咧？當時美國會好高度懷疑緊，喂，佢係天主教徒，會唔會教宗暗暗地嚟到去孖哩空佢？咁佢咧會聽令教宗嘅指示咧？咁樣，咁所以咧，你見到佢喺 Houston 嘅時候演講咧，有一句話好著名嘅，佢話：我係嚟到競選總統，唔係嚟到去作為一個天主教嘅 candidate， 我係作為一個民主黨嘅 candidate。然後咧。雖然 it happened 啊，我係天主教徒啫。嗱，呢句話咧係好出名嘅。I am not the Catholic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I am the Democrat 嘅 parties 嘅 candidate who happen also to be a Catholic。係咁喎。咁你就可以想象咧，喺當時佢講出嚟嘅時候，有即係將咗政治同埋宗教咧係要分離嘅。
即係話咧，我係基督徒係咪天主教徒啫？但係我係一個總統，美國嘅總統咁樣樣，所以咧係一種即係宗教同呢個嘅信仰咧嗰種拉埋嘅一種現象喺度。所以你諗下呢一個咧，正唔正係佢想拉開咩啊？拉開天主教同呢個佢嘅政策嘅影響之間嘅關係喺度嘅。但係佢喺任內裏邊咧，就係做咗好多特別嘅事情嚇，就譬如公民權啦、推動啦，或者種族隔離啊、唔妥協啦，美國航太科技嘅競爭嘅開始起飛啦。嗰陣時仲有古巴導彈嘅危機，對和平之間個堅持。嗱，佢係一個天主教徒，但係佢話唔會讓天主教成為佢政治判斷嘅背後嘅嗰個司令啊。咁呢個亦都係好特別嘅一個講法。咁仲有一個就係當然你頭先講嗰位拜登哥哥啦，咁樣樣，即係對 Donald Trump 成日質佢嗰位啦，咁樣樣。嗱，佢都好虔誠嘅喎，佢每個禮拜去參加彌撒，又引用咗聖經啦，同埋教會嘅語言嚟到處理佢好多政治嘅演說嘅。嗱，佢面對佢自己個仔當時死咗嘅時候咧，佢都用一個信仰嚟到尋求意義嚟到去講出即係佢即係面對自己個仔咧離開世界嘅時候嗰種嘅情況。但係佢呢位信仰好公開係天主教徒嘅總統咧，但係佢有好多嘅議題咧，竟然同教宗同埋天主教傳統明顯唔同嘅喎。譬如佢支持墮胎權利啊，係咪啊？咁啊，即使佢話啊呢個係個人信仰，即係佢自己個人信仰，佢反對墮胎嘅，但係佢係公開嚟講咧就支持墮胎。咁仲有咧推動嗰個 LGBTQ 嘅權益啦，嗰啲法案啦，咁啊仲有擴張移民同埋難民嘅接納政策啦，強調咗環保同埋氣候嘅正義啦。嗱，呢啲咧都係即係似乎係同呢個教宗咧嗰個嘅有即係少少好相同嘅地方，又有啲唔同嘅地方。而唔同嘅地方係點樣講咧？你記唔記得有段日子咧，美國某啲嘅主教咧，甚至公開表示佢嘅政策立場咧，同我哋天主教教義背道而馳，唔俾佢領聖餐。記唔記得呢啲咁嘅新聞啊？咁樣唔俾佢領聖餐，係啊，即係佢呢個衰仔，支持埋啲同性戀，支持埋墮胎，咁呢啲咪同天主教嗰個教義有關，有即係違背咯。咁你諗下，究竟拜登到底係忠於教會啊，定係忠於人民咧？咁樣樣，你就可以想象政教嗰種張力啊，咁樣樣。呢樣嘢我覺得有啲矛盾喎，牧師。其實嗱，譬如話好多時候一個總統上嚟，佢會以佢自己個人嘅宗教去做宣傳，就係話我可以將宗教入邊一啲良好嘅嘢擺喺個國家嘅政治同個走勢度。但係同樣地，我哋又希望佢將一啲宗教，甚至乎譬如話好似你頭先講嘅教宗暗地裏喺度孖呢兇佢嚇咁樣嗰種嘅，即係希望佢可以把到關，唔好俾宗教控制到大家嘅生活。喂，兩樣嘢好大嘅衝突㗎喎。呢個咪就係我頭先啱啱講個政教嘅張力咯。究竟佢係用教嚟到去影響政咧，定係政影響教咧？咁樣，所以呢個咧，其實嗱，多數都係我哋會話用你個宗教嚟到去影響政治，即係譬如好似我哋話，哎呀，選出一個基督徒啊，或者我哋選出一個唔似基督徒嘅總統啊，咁呢個都係有一種咩啊？有一種背後期待住一個基督徒總統就可以影響政治，啱唔啱？呢個好明顯，我哋就係有咁嘅諗法啦。咁而家譬如好似 Donald Trump 話，而家性別係一男一女，哇！我哋拍晒手掌，啱唔啱啊？即係然後跟住講到 DEI 咁樣嚟到去拒絕 DEI 呢個，我哋基督徒又拍晒爛手掌。嗱，呢啲咪正正係即係我哋一種嘅寄望呢個宗教嚟到去改變政治嘅一種嘅諗法咯。咁究竟政教係咪分離嘅咧？政教係咪可以嚟到去彼此嚟到去真係有咁嘅即係唔同嘅改變嘅咧？咁其實呢個我即係可以咁講咧。第一，我哋對政教分離咧係有啲嘅錯誤嘅理解嘅。其實政教分離咧，即係講個嘅即係
church and state separation 呢個觀念咧，其實係講緊政府不能嚟到去 establish 一啲嘢，係幫教會去 establish 一啲嘢。呢個嘅講法係乜嘢意思咧？嗱，舉一個最近呢幾年嘅一個例子就係知㗎啦。嗱，譬如好似我哋疫情之後，疫情政府話唔准出街，咁啊唔准出街，去唔去到教會啊？梗係去唔到啦，啱唔啱啊？但係你明唔明啊？好多喺美國嘅對最即係政教分離，即係 church and state separation 嘅呢個了解係清晰嘅了解嘅時候，佢話：喂，政府不能 establish 一啲嘢俾佢教會啫嘛。咁所以你而家叫我話唔准出街，你咪 establish 緊啲嘢咯。所以佢有好多嘅教會啊，照去教會，即係照開教會，照讓啲基督徒去，因為佢哋嘅信仰就係話，我政府唔可以管我宗教嘅咁樣，咁咪照去咯。咁然後如果嗰啲咩 inspector 嚟到捉佢嘅時候，佢就話：你試下，我告你死啊，告你政府啊！你而家政教分離，你點可以 establish 一啲嘢嚟到話俾我聽唔去得教會啊？咁跟住即係呢種咁嘅觀念，咪就係延伸住咯。有啲就話我哋唔會打呢啲嘅疫針嘅，咁樣因為呢啲係違反正常嘅。咁其實好多天主教嘅思想就係違反呢個正常嘅嗰個觀念。基督教亦都有同樣嘅呢啲諗法，就係你唔可以喺宗教裏邊嚟到 establish 一啲嘢嘅政府。咁所以呢啲咪形成咗好多嘅公共政策裏邊背後可能隱藏咗好多其他價值觀念同埋立場喺度。嗱，所以呢個咧，即係變咗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最近呢個疫情咧，就有好多嚟到堅持可以繼續開教會嘅。我哋唐人、華人嗰啲基督徒牧師都有一兩個咧係咁樣樣嘅，佢繼續開，佢都唔理你政府話唔准開，咁啲信徒又肯嚟，又戴住口罩照嚟，咁咪繼續崇拜咯。但係有啲都話唔好啦，都係求神憐憫啦，我都係喺屋企。線上聽下算啦咁樣。嗱，咁你就可以想象成個美國。嗱，我哋講到美國嘅時候，我哋應該係講到美國係由清教徒即係 Protestant 嚟到建國嘅，啱唔啱？即係話喺呢個英國咁啊，有班清教徒衝咗嚟美國，因為覺得英國已經亂七八糟啦。咁但係如果今日教宗講一句話，點解美國仲會聽呢？或者美國有一啲人會仲會聽呢？嗱，因為歷史上美國嘅主體嘅信仰呢，冇錯係即係 Protestant 新教啊，所謂叫做，但係天主教曾經被一度視為外來嘅文化，即係天主教徒入嚟啊，特別喺19世紀嘅時候，大量嘅愛爾蘭啊、意大利移民咧湧入嚟嘅時候咧，即係當時咧。話哇，外來文化影響住我哋美國啊，咁啊成為一個社會不安定嘅因素喺度嘅。嗱，呢個觀念就正係講緊意大利人，即係話天主教徒入嚟。但係今日美國有超過7000萬嘅天主教徒，你佔咗全美國人口嘅幾多啊？20% 啊！你諗下，如果20%，如果我教宗話選呢個總統啦，選嗰個總統啦，如果出聲咁講嚇，當然佢唔夠膽咁講啦嚇，但係佢可以牽涉嚇，呢個總統都係好花公子嘅，咁邊個啊？咪就係 Donald Trump 咯，係咪？即係如果佢咁講一句嘅時候咧，就好唔同啦。仲有喎，除咗呢啲意大利、愛爾蘭，仲有加上拉丁裔咧。即係拉丁裔嗰啲人又越嚟越多喎，拉丁裔好多都係天主教背景嘅，啱唔啱啊？咁呢啲咁嘅信徒越嚟越多嘅時候，佢本來係由邊緣嘅社群，而家變成文化同埋政治嘅主體力量。你諗下呢個犀唔犀利？嗱，仲講下俾你聽啦。即係如果你話點樣影響美國，除咗呢個頭先意大利即係或者愛爾蘭啲人，嗱，愛爾蘭入嚟就犀利啦，你知道啦，每年3月17號有咩節日啊？我哋 St. Patrick's Day 為咯，St. Patrick's Day 咪就係天主教咯，愛爾蘭嘅咯。你知唔知道 St. Patrick's Day 幾時開始嘅？呢個真係唔知喎，但係我有樣嘢好矛盾嘅，就係紀念佢死嗰日㗎嘛。
唔好理佢矛唔矛盾啦。總之聖 Patrick Day 即係聖 Patrick Day 就係喺1762年開始。1762年啊，1762即係咩意思啊？咦？諗唔諗到啊？美國幾時立國啊？差唔多嘅啫喎。1776美國立國，1762就已經有聖 Patrick Day 啦，哥哥。係啊。犀唔犀利啊？即係話其實天主教嘅民眾，即係愛爾蘭人，早於美國立國就已經喺度搞緊聖 Patrick Day 啦。犀唔犀利？咁你諗下呢個係咪即係話成個美國都未有聖 Patrick Day 噔咁啊喺度操兵喺度，即係嚟到遊行到而家幾大陣仗啊？係咪先？你諗下呢個亦對成個美國嘅影響有冇啊？梗係有啦，邊個都爭住喺聖 Patrick Day 嗰啲政治議員啊咩咁樣市長啊都出席啊嘛，要嚟到顯示自己嗰個形象。仲有你諗唔諗到咧？美國係整個美國嘅爭論最後去到邊度啊？梗係高院啦，最高法院。講呢個 OK， 最高法院係。最高法院嗰9個大法官裏邊，翻嚟先。係啊，最高法院裏邊多數都有係天主教背景嘅大法官，甚至連嗰啲叫做保守派嘅法官都係即係以咩教會倫理作為價值參照喎。你諗下，如果咁樣嘅話咧，即係特別係即係好多有信仰嘅嗰啲嘅大法官咧，其實無論係基督教好或者甚至係天主教好，你諗下天主教喺美國仲會唔會叫做邊緣嘅信仰啊？唔會。其實亦可以咁講話，全權力嘅中心嘅重要組成。你就可想而知，你話教宗個影響喺美國。特別係嗰9個大法官所面對住每一個墮胎啦，或者係同性戀啦，或者同性即係同性婚姻合法化，全部都會由佢哋背後嘅嗰個信仰做出發點，然後跟住咩揾法律嘅理據嚟到支持。嗱，呢句話係我講㗎吓，即係你唔好話大法官就係咁啊。不過係我講，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我覺得好明顯係有種咁嘅意味嚟到去，即係會影響住你好難嚟到去話嗰啲嘅大法官係淨係用法律嘅條文理據嚟到去完全做根據，而冇佢個人嘅立場。嗱，如果咁樣講嘅時候，即係教宗死咗，對我哋有冇影響咧？肯定有影響啦，因為教宗佢點樣嚟到去產生，以至佢嗰個嘅思維方向，仲會唔會係話我哋唔在乎咧？嗱，當然即係頭先都喺度即係講啊，而家教宗即係佢個安息禮拜完咗之後咧，咁啊即係就開始下一個好重要嘅宗教劇情啦，就係叫做咩啊？黑煙白煙嘅事情啦，咁啊即係喺 Weston 嗰個西斯丁小堂嗰度，咁啊呢班130個樞機主教就喺度去選啊，咁樣然後即係一步一步每日咧就多輪嘅投票，咁啊直至到2/3，即係都贊成嘅時候咧，就選出新任嘅教宗132，再乘翻2/3，即係幾多人啊？80零個人就選咗14億嘅天主教徒嘅教宗，而呢個白煙一升起咧，就話有教宗啦咁樣樣。但係呢一個咁嘅選舉嘅過程裏邊，唔係淨係一個選人，而係一個選方向。你可唔可以咁諗？咩叫做選方向啊？講下南方一個方向咯。南方同埋呢一個嘅歐洲係咪好唔同啊？因為你睇下嗰啲嘅樞機主教來自南美洲，又係拉丁美洲，係度度都有樞機主教噶嘛。佢如果選出嚟個教宗係即係影響住即係全球嘅南方、西方、歐洲咁樣，佢究竟如果佢選出係一個係南方嚟嘅即係主教咧，佢可能就會好強調社會正義嘅喎。但係如果佢選得住來自歐洲嘅咧，佢就會更加注重咩啊？禮儀啦，同埋神學嘅純正，因為馬丁路德係歐洲嚟嘅，所以神學嗰個
已經發生咗啦。即係其實譬如話你方濟各走咗去方濟各，佢一個阿根廷人，出身於冇錯布宜諾斯艾利斯。咁其實有頭先講嘅時候咧，即係我一直喺度諗啊，就係話如果天主教佢真係佢多人到一個地步，可以操控到美國嘅政治嘅時候，其實亦都有好多政評家都咁樣講嘅，就係話 Donald Trump 同凡斯今日其實佢所簽嘅一個嘅行政指令啊，其實係同呢一個教宗唱反調嘅。係啊，呢個事實上有部分係咁樣樣。嗱，你諗下嗰個改變係乜嘢咧？譬如選出嚟嘅教宗，佢可以令至到嗰個教義嘅解釋啦。嗰個教義嘅解釋會令到有好多唔同啊，譬如對同性婚姻同埋性別嘅認同嘅官方立場啦，即係都會有好唔同嘅情況嘅喎，或者對政治嘅倫理啦，同埋企業嘅責任。嗰個教會有咩聲音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如果喺即係教堂啊，即係天主教堂，出現咗一啲嘅信仰嘅講法提醒，特別係來自教宗嘅。咁一咁樣落咗去嘅時候，連嗰啲下邊嗰啲嘅咩商人咧，都會遵旨。睇下，因為教宗講嘅，咁佢哋開始就會有咩叫做良心發現啊嘛，咁樣樣就會影響住企業嗰個責任同埋即係呢啲咁嘅行徑。就算對國際嘅衝突啊，譬如對於即係支唔支持巴勒斯坦啦，對於支唔支持烏克蘭啦，只要教宗講一句話，哇不得了啊！教宗講句話，同總統講句話爭天共地啊！尤其我哋而家有個總統咁癲嘅，咁啊佢信譽就好多人都話，佢即係瞓醒覺發夢諗到乜佢就講㗎第日。呢個就更加令到個總統嘅信譽咧就嚟到去降格啦咁樣樣。但係教宗可能唔係我哋嘅總統，但係佢講嘅話咧，佢比總統更有份量。嗱，所以咧，你諗下，如果教宗嗰個選舉唔係淨係天主教嘅內部事務，係全球嘅信仰同埋文化嘅焦點，會轉移嘅喎。佢一句話轉移咗成個文化、成個信仰嘅嗰個焦點會轉移嘅喎。咁如果你諗下，仲有即係我哋美國已經有2個天主教徒嘅總統嘅話咧，咁究竟點樣嚟到去喺信仰同埋政治上邊點樣嚟到去處理咧？即係絕對係一個喺政教分離咧。即係話教會唔碰政治啊，定係信仰喺公共領域裏邊點樣保持誠實啦，保持一個有負責任嘅一個見證，其實即係真係好大嘅一個影響力喺度嘅咁啊。係啊，即係其實回顧，即係喺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回顧翻好多年嘅歷史啦嚇。咁樣就我會覺得，其實喺歐洲有好多嘅帝王啦 ，Emperor 啦嚇。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就一直就同呢一個嘅教宗咧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嘅。我好記得一個例子嘅就係呢一個嘅 Henry the Fourth 同埋呢一個嘅 Pope Gregory 啦嚇。佢個古仔咧，其實咧我年份我唔係大致上唔係咁清楚噶啦。咁但係咧有個好出名嘅就係佢哋兩個爭咩咧？就係話教宗應該由我嚟選。然之後咧 Pope Gregory 就係話 Emperor 應該係由我嚟揀，佢哋兩個爭緊個帝位嘅。係啊，係啊。咁嗰陣時咧嘅 Pope 咧，某程度上咧係贏咗嘅，某程度上係，因為其實好簡單嘅一樣嘢嘅時候，點解佢會贏到咧？就係喺呢一個嘅羅馬政府由君士坦丁開始信咗耶穌之後。好多時候咧就會不斷喺個政治嗰度咧就會投資落去一啲嘅教會度，投資一啲落去修道院度。咁無論係修道院，譬如話聖 Basil 去開 Settlement House 嘅，又或者係聖 Benedict 去做修道院嘅，咁樣佢都好啦。首先第一樣嘢，佢要得到政府認可佢先可以做。第二嘅就係佢如果可以做嘅話咧，政府係俾笪地佢嘅，嗰笪地就係佢管噶啦。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就俾下由4世紀開始俾到去10至10世紀咁樣嘅時候，佢基本上已經係管治緊嗰笪地嘅人啦。所有人就係去嗰度嘅時候，佢就係已經係即係總之成個國家信咩就係佢講咩就信咩噶啦。
咁所以係我直頭覺得好似連到條線添啊，同你頭先牧師你講嗰種宗教點樣影響政治，直頭係，甚至乎去到再遠少少嘅就係話譬如話當伊斯蘭教徒喺南面同走上去歐洲比較北邊嘅少少同基督徒喺度打仗嘅時候啊，然之後我唔記得咗邊一個國家啦，係維京人幫佢打翻轉頭嘅時候咧，就發現啊，佢哋中意呢個宗教，結果都係傳書去到羅馬，叫教宗派個傳道人去教佢哋，咁樣，所以基本上咧，我就會覺得，喂，即係聽落去對於一個基督徒嚟講，哇，你信仰全面全歐洲，梗係一件好事啦，係咪？福音派嚟講嘅時候，哇，呢個好事添。但係其實你諗下喎，乜嘢都要聽翻羅馬講喎。即係今日點解會有東正教？點解又有咩信義宗啊？路德會啊？我亂咁講啦嚇。咁樣就即係去到，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想擺脱羅馬啊嘛，擺脱梵蒂岡啊嘛。嚟到今日，所以嗰陣時馬丁路德嘅又有一句話叫做佢係抗羅宗啊。佢係個宗派，不過咧就抗羅嘅，即係抗羅馬嘅，即係抗教宗啦咁樣樣。好喎呢個名。即係係啊，咁啊，即係亦都有即係呢個即係 Protestant 咧，就係即係所謂即係復原教啊，即係恢復原來嘅宗教，恢復耶穌嘅時候嘅宗教。所以復原教咧係馬丁路德嘅，或者係信義會啊、禮賢會啊、路德會咧，即係多數會用嘅就係叫做復原教。咁啊，復翻去原來嗰個宗教咁，所以就係對即係教宗嗰種即係成個由六世紀一路到去16世紀呢段1000年嘅歷史裏邊咧，即係非常之已經忍無可忍啦，咁樣先會嚟到去出現呢個問題。但係如果我哋翻去拉翻去呢個角度去翻，即係特別我哋自己喺美國呢個角度嘅時候，即係話咧，其實教宗同埋我哋嘅白宮嚇，即係梵蒂岡同白宮咧，其實好多叫做咩啊無形嘅對話嘅，即係可以話咧，信仰進入咗我哋嗰個叫橢圓形嘅辦公室裏邊。教宗同總統雖然咧佢從未有種結盟嘅嗰種嘅現象，但係咧佢係可以叫做好多時候同步呼吸，即係佢哋有種好微妙嘅互動，唔係淨係訪問嘅時候握下手啊，俾下聖像啊嗰啲外交表面嘅功夫。其實有幾次啊，教宗嘅講話同立場咧，明顯成為我哋美國國內政策嘅即係辯論嘅重要推手啊，甚至令到嗰啲政客咧進退都失據嘅。嗱，舉例嚟講，教宗方濟各同呢個即係 Donald Trump 啦，佢個邊境嘅圍牆嘅呢件事情就已經喺度交火嘅。你可能留意下，即係佢第一任嘅時候，2016年嘅時候，美國嘅總統 Donald Trump 咧，佢嘅選戰進行緊嘅時候咧，即係佢即係提出咗要喺美墨邊境築呢個一個圍牆嘅時候，阻止非法移民進入嘅時候咧，但係教宗方濟各咧，又訪問緊呢個墨西哥嘅時候，佢就企喺嗰個即係邊境嘅嗰度咧，就公開嚟到去話啊，一個想築牆唔想搭橋嘅人，無論去到邊度都唔似一個基督徒。你有冇聽過呢句話？佢話 A person who think only about building walls wherever they may be and not building bridge is not Christian。犀唔犀利啊？哇！嗰個 Donald Trump 幾嬲啊 ！Donald Trump 嬲到點講啊？佢話即係宗教領袖質疑一個人嘅信仰，簡直無恥啊！佢話 for a religious leader to question a person 嘅 faith is disgraceful 啊！咁你諗下呢個咁嘅隔空一鬧嘅時候，隔住大西洋嘅隔空交火，就唔係一個淨係神學嘅辯論，更加係排外嘅政策嘅信仰嘅審判嚟㗎。即係教宗就冇講到話 Donald Trump 自己對號入座啫嘛。咁但係呢個選戰裏邊，即係當時嚟講，
基督信仰同移民政策就成為咗一個爭議嘅焦點。好多天主教嘅拉丁裔選民咧，就轉移懷疑咗呢個嘅 Donald Trump 嘅道德啦，同埋人性。而民主黨咧就正啦，哇咁啊引用教宗嘅呢句話咧嚟到支持開放即係邊界嘅理念，犀唔犀利啊？即係嗱呢個一句話啫，就影響住我哋美國喺度選戰裏邊左同右。我頭先都講過啦，如果即係教宗脆脆地講一句話，係同嗰個其中一個 candidate 即係嗰個政策，或者你知道佢哋做選即係競選嘅時候，一定要講佢自己嘅黨，即係嗰個叫做咩政綱噶嘛。咁而呢個政綱即係移民政策，就係排外嘅政策，俾教宗一句質埋嚟，當堂咧就幫助咗另外一邊。不過當然結果對佢都係選咗上去做總統啦，但係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啲嘅問題啦。嗱，仲有舉另外一個例子啊嚇，譬如教宗嗰陣時保祿六世嘅時候，佢同避孕藥嘅政策又係一件即係好大嘅一個影響力嘅，即係講緊係1968年度啦。咁啊，即係教宗保祿咧就發表咗一個著名嘅，即係佢哋叫做通諭啊，即係宣佈一樣嘢啊，重申教會係反對人工避孕嘅立場，震撼咗全球，因為佢呢個人類生命呢句話嘅嗰個通諭咧，當時美國社會係進入咗咩啊？性解放啊，女性自主啊高峰期，避孕藥啱啱仲合法化添咁樣，女性就爭取緊控制自己身體嘅權利。但係天主教嘅喺國內外嘅嗰個嘅學校啊、醫療界啊，開始出現咗唔同嘅聲音喎。即係由呢個教宗一出咗呢句話嘅時候，咁一啲天主教嘅醫生咧就拒絕開避孕藥啦。啱唔啱啊？咁啊學校嘅系統咧就出現咗一啲保守派嘅教育嘅提倡咩？要自然節育法咁樣，就唔可以用避孕咁樣，因為性解放其實就亂嚟啊！整咗之後就又即係避孕，所以即係天主教講個人工避孕嘅立場係唔啱嘅咁樣。咁所以美國嘅國內嗰啲部分議員咧，特別喺即係東北區嗰啲咁嘅愛爾蘭裔嗰啲咧。咁喺婦女嘅權益立場裏邊咧，就陷入兩難啦。佢本來就出嚟話即係自由奔放嘅，點知教宗話唔得喎，我哋教會係要嚟到去人工避孕嘅咁嘅立場係唔啱嘅咁。咁你諗下，當堂點啊？佢睇咪就係變咗佢哋本來出嚟好興立合咁嚟去講話婦女解放，點知教宗一句話死啦！咁我要信仰定要立場咧咁樣，所以你諗下咧，雖然美國至終都係走咗自主路線啦，即係信仰同埋嗰個身體喺度拉鋸，直至到今時今日墮胎同埋女性即係更加仲係有即係呢種咁嘅問題一路不斷嘅。咁你啱啱最高法院又點啊？又改變咗啦，咁樣墮胎嘅問題係咪？咁你諗下呢個咧，即係由教宗保祿六世嚟到去對避孕藥嗰個嘅反對咧，即係亦都影響住成個我哋美國嗰個嘅政策咁樣。咁當然仲有好多呢啲啊，其實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例子嚇，就係嗰陣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啊。同冷戰結束咗之後嘅 Ronald Reagan 佢之間嘅政策嗰種咁嘅瓜能藤藤能瓜嘅嗰個關係，嗰個就講緊1980年代啦，即係啱啱我喺香港嚟到去美國嘅時候啦。咁啊 Ronald Reagan 咧，咁啊同呢個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咧，其實原來係秘密嘅盟友，犀唔犀利啊？秘密嘅盟友，佢哋共同支持嗱，呢個係後嚟已經解密嘅嗰個嘅資料啦嚇，你可能冇留意啫。咁啊，即係當時梗係秘密啦。咁後嚟25年之後可以解密嘅啦嘛，啲資料。佢係共同支持波蘭嘅團結工會運動嚟到對抗共產政權，因為點解啊？
即係冷戰之後，即係冷戰之後就變咗就係即係自由同埋呢一個即係民主同埋呢個共產政權就開始喺度對抗緊。而呢個波蘭嘅即係嗰個嘅工會咧，即係屬於一種嘅思維，然後又有共產嘅思維。咁所以教宗佢自己就係波蘭人啊嘛。當時嚟講，佢就好關注自己個東歐嗰個信仰自由。頭先我咪話咯，選咗邊個出嚟就關心邊度地方嘅主要啲，呢個肯定噶啦。即係你試下選個非洲即係非洲嘅叫做教宗出嚟，嗰啲嘅非洲嗰啲天主教徒開心死啦，啱唔啱啊？因為實會關心佢多啲，即係佢哋啲關注啊、言論啊，一定會唔同咗，即刻走向嘅。所以當時嚟講，即係教宗係波蘭人，佢梗係好關注呢個嘅即係東歐嘅信仰自由啦。但係當時美國就啱啱瓦解咗呢個蘇聯嘅陣容，咁啊就用文化同埋道德咧作為一個冷戰嘅武器，即係講到即係呢個嘅道德嘅時候咁樣，所以 CIA 同梵蒂岡之間就有情報嘅合作，即係然後咧資助咗波蘭嘅地下教會咧同呢個團結公會嚟到去對抗嘅。嗱，呢段歷史到咗我都話25年之後就可以解密啦。咁可以想象咧，當時原來教宗秘密嘅嚟到去即係有咁嘅同美國嘅總統嚟到彼此攜手嘅，即係佢唔單止發出一啲嘅叫做牧函啊，即係教宗嘅牧函啊，即係牧養嘅牧啊嚇，咁啊發出呢啲咁嘅信咧，佢都可以成為全球整個戰略局勢嘅靈魂嘅推手。即係你諗下呢個亦都係即係解密咗之後，教宗絕對唔係同我哋冇關係嘅。教宗竟然喺好多情況當中喺度做緊嘢，甚至我哋個呼吸我哋嘅環保同埋氣候嘅政策，即係都會有改變。你知道即係啱啱死嘅呢個教宗方濟各，佢咪同拜登時代嘅綠色即係政策係有共鳴嘅咯。咁樣你諗下，即係15年嘅時候，教宗佢發表咗一個嘅願你受頌，即係讚頌啊！願你受讚頌咧，就即係強烈嘅呼籲全球氣候變遷，我哋要有責任嘅。我哋呢個地球係我哋共同嘅家嘅，好嚴厲咧嚟到批評一啲消費主義亂咁嚟到工業污染啊，咁樣樣對窮人嘅冷漠，即係因為用晒佢哋嚟到去做一啲衰嘅嘢啊，即係最低層下嘅工作喺度吸晒啲唔好嘅空氣嗰啲就揾佢哋做咁樣。嗱呢個咁嘅通諭咧，即係就成為咗成個神學院裏邊攞出嚟討論嘅一樣嘢，即係令到咧，即係以神學啦，以教義咧嚟到去認定呢個環保嗰個嘅意識、氣候嘅政策嘅嗰個情況。所以你諗下，成個美國嘅政界同埋環保嘅團體，甚至國際嘅企業咧，都用咗佢呢一個講法咧嚟到成為佢哋堅持要去走環保嘅嗰個嘅。係除咗 Donald Trump 就一手就撕咗啲嗰啲咁嘅呢個嘅即係協議啫。咁所以你諗下，到咗阿拜登2020年做咗總統嘅時候，佢咪推動咗個咩啊氣候重建法案咯，即係呢個 Inflation Reduction 嘅 Act 咯。咁樣內容係包括咩啊？綠能嘅轉移啦，減碳嘅政策啦，鼓勵使用嗰啲咩再生能源啦。咁樣樣，甚至呢個嘅拜登喺佢演講嘅時候咧，好多次都係咩啊？引用咗教宗方濟各，哎呀，佢啟示咗我啊！我哋必須好似教宗咁講，為我哋嘅子孫留下值得活嘅地球。哇，正唔正？即係淨係教宗一句願你受頌讚啫，呢個咁嘅通諭講出嚟，成個美國嘅政治可以攞嚟就去，即係嚟到去做嘅。所以呢種叫做咩啊？軟勢力或者軟影響力，即係唔推你一把，你唔會行前一步。所以教宗好容易咧，就係用呢種咁嘅方式嚟到去讓到成個世界，即係當然，即係當時即係可以講就話美國就係即係最強啦。喺1980年代一路到即係叫做咩啊？
即係嗰個嘅奧巴馬，即係一路都係即係一強嘅一個現象。但係到咗奧巴馬咧，佢就會講咩啊？我哋重返亞太。咩叫重返亞太啊？即係話亞太你影響唔到啊，唔夠力啦，所以我要重返去影響佢咯，咁解咯。咁所以即係亞太邊個影響緊啊？咪中國咯，咁樣樣。所以而家重返亞太之後咧，從奧巴馬到而家咁多個總統都係懟邊個啊？想懟冧中國啦。呢個就係一個好清楚嘅現象。不過當然呢個同教宗唔係好有關係啦嚇，咁樣。但係即係頭先所講嘅各樣嘢，你就可以想像點會一個教宗會對佢嘅死，點解連 Donald Trump 都要出席咧？佢當然佢出席係順便同澤連斯基傾下偈，咁呢個係話即係 side check 咗啦咁。但係佢哋點解你要總統？喂，講緊160個國家嘅最重要人員都去喎，全個世界得193個國家喺聯合國裏邊有193個國家喎，咁竟然有160個國家嘅元首都去參加。哇！呢個真係不得了嘅一個現象喺度，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即係原來天主教徒，我頭先講14億嘅天主教徒，成個中國嘅人口咁大，喺分佈全世界80億嘅即係人裏邊，你嗰個佔比係非常之高，而一句話嘅影響非常之大。你諗下，如果梵蒂岡講一句話，同中國嘅嗰個天主教徒講一句話咧，即係可能三自運動咧，就可能壓唔住嘅，真係。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今次我哋講呢個議題咧，其實都係有好重要嘅一個現象，就係有啲嘢睇嚟好似無關嘅，但係牽一發動全身嘅呢種現象，即係正正係喺我哋今次睇到即係教宗嘅辭世，全世界嘅天主教徒咧陷入哀悼之餘咧，點樣選出下一個教宗，同埋下一個教宗嘅理念係啲乜嘢咧？肯定咧對我哋而家無論喺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即係咁多個國家，即係仲有歐洲。即係佢唔一定係嗰個人咧，即係選出嚟嗰個係講意大利話嘅，即係佢嘅信仰點樣接近南方，點樣接近呢個嘅歐洲，完全會有好大嘅影響。因為雖然咧佢哋講就講咧，呢啲樞機主教係藉着聖靈嘅感動嚟到選啦，你信唔信啦？信㗎，點解唔信啊？我容許我喺度講翻一個比較天真少少嘅說話啦。我覺得應該要為咁多位教宗同埋將來嘅教宗咧講翻呢句說話嘅。其實咧，即係當你睇到佢講嘅一句說話可以咁大影響力嘅時候，佢出口嘅每一句話，即係聖經都講啦舌頭係人體器官入邊最細嘅一部分，但係其實佢出口傷人嘅威力係好勁嘅。係咪？佢一句說話真係牽一發動全身嘅時候，佢每一句說話其實個壓力都講得好大嘅，因為佢點樣講都好啊，一邊都緊會有一個政要啊，係去騎劫佢、詮釋佢，然之後去履行佢自己心目中理性化咗嘅一個嘅政策啊。冇錯，你呢個講法好合理嘅一個講法啦。咁亦都可以咁講啦。喺梵蒂岡想去影響世界，你諗下梵蒂岡幾大啫？澳門咁大啫嘛。根據呢個無線電視嘅傳譯咧，阿吳鎮宇係可以用1分鐘嘅長口跑完嘅。冇錯啦，咩仲咩啊？仲細過或者澳門係咪先？即係咁。我去過黃梵蒂岡係真係好細嘅啫，即係搭佢哋地鐵入咗去，我自己都唔知㗎。即係你就可想而知，佢亦都叫做一個國家，跟住仲有晒佢個軍隊，有晒佢個經濟各樣嘅嘢都有齊晒，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嘅樣嘢都有齊，但係學你話齋。佢可能真係好似舌頭咁樣咁細啫，
佢可以燃起一個大火嘅。呢個真係好難想像嘅，更加唔可以話，哎呀，教宗死咗關我咩事啊咁樣。其實原來各樣都有嘅。你譬如好似你環保咁樣，跟住你就要買咩啊？我哋紐約咪你垃圾桶而家換晒啦，咁啊又話係環保，又係環保啦，係咪？咁你又要嘥，即係政府唔俾你要自己買噶嘛，本來係咪先？咁點知我買咗之後，政府又白俾喎，真係混笨。係啦。咁你諗下呢個有冇影響咧？一樣會有影響。即係頭先你講話避孕藥啊，人工避孕呢一樣嘢。係啊，我哋第一時間諗唔到倫理啊！我第一時間諗緊有邊間藥廠出嚟會插佢？冇錯啦！哇，大佬，我啱啱先製造咗啲藥出嚟，你話冇要落架喎，咁佢死梗啦，真係唔使做生意啦。係啊，所以呢個係好大影響。係咯，我其實認知嘅天主教其實避孕啦、墮胎啦，所有其實佢係 pro-life 噶嘛。所有無論去到個女人個肚入邊有個生命喺度，都要生佢出嚟噶嘛。之後點樣處理？其實呢個係我由細到大對天主教嗰個理念嘅認知就係咁樣嘅啫。即係但係當你去到，其實呢一樣嘢係冇問題噶喎，合乎聖經真理噶喎。其實，但係問題就係話去到一個位啊，我哋講緊嘅係藥廠嘅製藥啦，甚至乎避孕用品嘅廠啦嚇。藥廠嘅製藥後邊又有幾多工人喺度做緊研究啊，同埋即係少咗幾多嘅工作啊咁樣。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你呢個講法就係話咧，其實真係牽一發動全身，即係呢一個嘅教宗嘅佢嘅每一句話，確實係成為咗全球嘅關注。即係呢個係好特別嘅一個現象喺度。即係雖然即係教宗即係喺當時歐洲嚟講係一個咁重要嘅人物，但係咧而家咧其實對於即係我哋五大洲七大洋嘅人咧，原來都仲係有咁大嘅影響力。咁我相信咧，今日唔講咧，我哋大家都未必完全了解，就係以美國為例，已經影響得咁深。咁就呢個就值得我哋即係今次咧嚟到去講一講教宗嘅死咧，其實原來有咁多嘅即係情況係關涉到。同意，我覺得嚟到呢度啦，時間都差唔多。我覺得最後一定要補充一句嘅就係，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基督徒，從一個單純嘅信仰去諗嘅時候，教宗代表住嘅就係一個信仰上邊嘅一個標準。我哋可唔可以公平翻啲咧？即係我哋自己我哋自身入邊嘅信仰入邊，我哋將啲政治擺唔走噶啦。但係其實用心啲諗下，究竟教宗佢講嘅每一番說話，佢其實背後嗰個宗教意義係乜嘢？佢後邊有冇一個企圖操控一個政治嘅權利？我哋唔好理佢啦，我哋唔會知嘅。OK。頂多上。而家頭先咪講俾你知咯 ，Donald Ronald Reagan 咪知咯，而家解密咗咪知咯。原來係可以攜手嘅喎。個消息好啲嘅就係唔使等翻去天家問神，25年後就知㗎啦。仲要肯解密喎，你好似阿 Donald Trump 而家解密咗呢個嘅 JFK 俾暗殺嗰啲，解咗同冇解冇乜分別喎。而家都仲未知佢點解會被暗殺，係咪做咯？即係我會覺得其實真係啦，我會覺得我哋自己只係升斗市民啫，我哋唔會話講好似教宗咁講一句說話就可以而牽動成個世界好多個國家唔同嘅政策。但係都正嘅就係耶穌基督同聖經喺入邊都話叫我哋唔好作多人嘅師傅，佢已經天生出嚟上到嗰個位就係多人嘅老師啦。佢講嘅說話就係咁重。但係我哋聽嘅，我哋覺得應該要喺咁多個政治被影響嘅情況之下，我哋要諗多一層，究竟教宗嘅原意係乜嘢呢？甚至乎去到一個敏感嘅地步，佢係咪真係支持同性戀呢？我哋都可以諗一餐嘅喎，就係話佢可能其實純粹係為大愛嘅啫喎，佢未必真係認同嘅喎。好多呢啲嘢，我哋唔好會因為真係話個總統基於教宗講嘅一句說話，推咗個行政指令出去，呢個就係天主嘅教義啦。我覺得呢樣嘢一定要攞走佢。我哋一定要有聰明智慧去分別，究竟我哋聽到嘅聲音、聽到嘅信息
喺嘅神嘅恩典入邊當中，我哋究竟係要學啲乜嘢？我哋要知道啲乜嘢？呢個係好重要嘅，係啦。我覺得係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嚟到呢度啦，好嘛，牧師？係啦。好 OK，咁樣我相信即係呢個解決咗一句話，就係教宗原來真係同我哋有關嘅，好大關係添啊！係啊，我哋今日由呢一個48年 AD 講到2025年，犀利啊！係啊，咁樣就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呢一集啦嚇，大家嘅即係始終教宗嘅離世都係一件惋惜嘅事，但係我哋清楚知道有信仰嘅人佢係返咗天家，揭去一切的苦啫。咁喺呢個時候，希望你中意我哋嘅節目啦。如果你哋覺得值得分享嘅，儘管分享出去，亦都請你分享出去，讓更多人可以理解到究竟教宗對我哋嘅生命意義係喺邊度。唔好俾一啲喺傳媒入邊、政治入邊嘅一啲嘅政策方向而所蒙蔽嘅，因為呢一個絕對係同我哋生命心靈係有關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嚟到呢度啦。記得 CLSS 撳埋個叮叮鐘，咁就隨時我哋有幾時有片出咧，就會有一個嘅通知喺你個 account 度出現噶啦。咁我哋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好，大家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以及任何教會立場無關。